然后跟OK，拄则你讲的时候，我才注意哦，原来伊即个看伊即个例文本的解释，才知影意思吼，就是你煎即个物件，煎即个钱，撒即个漆，吼，啊煮即个锅，撒即个币，吼，就是安尼尔。煎钱，哦，好，撒漆，下锅，撒币，吼。啊，你拄则问讲，这是一个，即个毋是名词，这是动词啦，吼。动词哦，好了解。A 啦，吼，伊是 A 啦，但是阮是读 A 啦，吼。哦，我头一摆知影 A 是安尼讲 A， 就是所以讲我拄则去查 A 也是话即个字，才知影像迄个华语说的锅烧，台语是讲乌，乌烧是乌即个音，乌烧，你有看到无？我无看到锅烧伫哦，我是伫用迄个汉字锅去找迄个音。嘿，主要是话或者是 A 吼，啊，阮讲吼，其实我说我拄则讲对讲就轻巧，用这拢是名词，这是讲用上，这是名词，这是动词。嘿，动词嘿。用 A 你讲有一个 A D 吧？啊，你讲用这个第三面解说是讲跋筊，所以讲 A 嘛有跋筊的意思。跋筊，等下吼，安尼我先查一下。跋筊做一个 A 落去，做一个 V 落去，做一个 A 落去。OK。我搁开一个。带你多书店。你讲用汉字这个去查，这哦，嘿，鹅烧，鹅烧羊肉，鹅烧火腿，我嘛记得在蚵地方，我嘛毋知吼。对啊，正经毋知影是安尼讲诶。鹅烧，啊，这是画卦下卦吼。我其实这种用法，我嘛无介识吼。下甲是画诶，这种动词用这种动词去用下用画，我其实我嘛就罕咧听。我虽然嘛就罕咧听阮爸母安尼讲，较罕咧安尼讲，因为阮袂晓安尼讲，所以我袂晓。好，转来这我无去。好来，等来找下。这继续好。就是讲迄个气嘛，哈，气。我拄则本来要个找另外一个词吼。好，较主要会使气，嘿，我个会使用这个大头，大头，哦，是毋是安尼啊？我袂记，我毋知伊是第三声还是第四声。第三声。大头。其他无啊。毋过你讲诶大头敢是嘛是头气诶意思，也是另外一个意思。就是同款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讲会使安尼讲。是这个意思。
还是我记唔对去？对啊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个音吗？我应该无记对。OK，另外一个是啊，啊，对，我啊头，头，对，啊腰啊耳康哦，听，好，这拢是放较假的意思。啊头啊腰哦，好，啊耳康听，吼好，耳听吼，还是耳听，诶哦，好，这个我会记一下，这是啊。但是我嘛会记会使讲打，但是有啥物无呢？我都毋知啊。有可能书店无收。诶，好，咁么继续读。好 ，OK，咱继续读吼。好，真心本地头壳试试，无想半暝后还有人要来，互伊画一个煞顿坐啊，顿立坐，顿立坐应该安尼变调才对，顿立坐。嘿，还是我袂晓安尼之前敢讲呢，若有看因过即个为我嘛书，毋过来查者，顿毋捌安尼讲过呢。落去迄个感哦，好，我感觉是嘛是伫别个所在，毋知读啥物册有读着即个书，顿立坐，嗯嗯，但是顿当坐，顿当坐，跋倒尻川着地的意思，我是头一个用顿，第三条啊，中间有一个车号，啊后壁搁一个坐，第七哦，条，安尼个会使吗？安尼我找拄则袂记哦，嘿，结果才嘿顿立坐，会着较顿立侪结果，坐，顿立坐，顿立顿立坐，坐，吼，嘿，顿跋坐，嗯，OK。顿当坐，因为即个顿立，就是有迄个，嘿，我袂晓嗯，解释。嗯，伊无另外解说即个顿立，顿你知无？顿就是较面叫嘿，做顿，啊，较啥物较面，较抗面，较面，面啊！抗面我只是啥物意思？highlight 出来，你看着？哦哦哦哦，有看着啊，即个是抗抗印，印哦，嘿，毋过为虾米？就是顿印。哦安尼你知无？哦，邓即个动词，哦，你用安尼去嘿，理解就知啊。哦，了解了解，就有出一寡气啦，迄个感嘿，觉。顿音呐，甲即个物件顿喺一个 service 顶头，叫做顿。哦，是，嘿，哦，华语敢是着用衰迄个感觉，毋是，邓，毋是哦，嘿，应该是嗯华语，我毋知要安怎讲。嗯，嗯，看音、顿音、顿就是拍桌、拍胸迄种拍，哦哦，应该是迄个拍的啊。但是你讲顿音，嗯，你看吼，诶，台语叫做顿音，但是你华语绝对袂讲拍嗯，音吼。华语会讲诶，介音，嘿，嘿，但是袂讲拍音，也袂用即个顿。哦，所以即个动词的用法是台语才有诶，啊，华语是无啦。哦，好，嘿，嗯，我想看嘛，华语除了讲介音，敢有别个讲法无啊嘛？
敢若无呢？这个是用印尔，但是用印无迄个甲迄个动作的，直接迄个顿印吼，所以顿，你若要理解顿迄个动词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好，哦，我想这就是顿吼，顿胸坎吼，所以我拄则讲歹有啊吼，你嘛会使讲歹伤对无吼？顿医顿倒，受气的时阵顿医顿倒。但是这个顿医顿倒，毋是歹意歹做啦吼，应该是受气无甲受气甲拍医倒所以意思嘛是顿医顿倒就对啦吼。OK， 意思就是拍椅子拍桌子安尼。但是我理解是讲用椅子去，对啦，那可能是啦，我理解讲错嘛吼，因为顿意是 object 嘛，所以安尼理解就对了吼。顿字就是加好物顿印做记号，叫做顿字。这哪？有安尼了解。华语要安怎讲？我就是烙印。是。顿骹你就会当理解吼，顿骹就是跺脚。是。生气的时阵用骹顿涂骹叫做跺脚吼，跺脚，这个跺就是大概用顿。顿乖啊，就是拄则顿骹这顿乖啊嘛，共款意思吼。顿久，滑倒尻川顿着涂骹，叫做顿久。所以顿怪怪的。倒位怪怪，声音怪怪吼，你的网络怪怪。伊就讲，就是讲，就是去讲生笑迄款的意思。因为讲即个解释。你讲这个是讲生笑的意思。伊个是因为即个解说甲迄个顿落坐的解说是完全的共款，毋过迄个词是讲顿久，伊敢是讲就是顿落坐了后，迄个形像久共款安尼，所以讲伊解说头一句讲即个。我相信毋是啊吼，因为顿久即个久字，遮伊无解说吼。无解说。会解说短短的些骹接片啊，啥物的。无，伊是尻川。是你摸字，这是日语啦。是你摸字就是尻川的意思。我毋知，我毋知，但是伊即只是尻川。滑倒尻川顿着涂骹。像久的形哦。毋是像久，这含久一点仔关系都无。这是音尔。毋着伊的音叫做顿久。就是只是即个音有音尔吼。咱先莫去理解久啦吼，至少你要顿爱知嘛。好，了解。我拄则讲叫做顿，你即嘛知影即个顿的动作是安怎做法，就是是知影是迄个动作，顿多一字。伊即嘛是尻川，拄则是骹顿的，即嘛这毋是顿久，是尻川顿。了解。顿落坐，不管后壁安怎发音啦吼，顿落坐，顿落坐吼，拢是共款意思，就是尻川顿咧涂骹坐安尼。所以你着爱顿步做，不管吼，就是即个顿即个动词，你爱理解是啥物意思，安尼你才有法度去想讲顿落坐，顿落坐是啥物意思安尼吼？是顿久。好。但是这要解说即个久字，就可能较困难了，你要另外找吼。就是共款，拢是即个动词用出来的意思啦吼。OK， 所以拄则咱转来到即个吼。
蹲落坐，是伊本来是蹲着，后来屁股坐下去了，就是蹲落坐，安尼嘿。是，伊会互人惊着，安尼。哎，对对对。你的声音有断的断的，所以我毋知是。安尼吼，因为嘿，有可能是因为我嘛是用手机啊，迄个网络，毋是介顺，安尼咧，安尼敢有因为有时你正常啊？OK，好，你继续嘿。好，拄则读到迄个线凳落坐，我想我是隔壁的厝边，我是隔壁的厝边，若互知我是先生，先生要较歹势，毋久若无讲伫遮。无讲伫遮的应单会掠我做贼，起手拍我，就一款的声，讲我都毋拄好，迄个人才知毋是贼仔，就话讲去明东前，明东前是啥物意思？毋知。好，来查一个，好，明东前，找无明东前，前敢是系啊，第五条，明东前，啊，找无呢？毋知什么意思？哇，这识大语真久。嘿，今仔日感觉迄个网站走较慢。看该是我那无。汉字我相信就是面，就是咱 face 面当前。但是这什么意思呢？我真正无理解。系啊，头一摆听到即个讲法。我看觅那面古册即个面字，敢有当看会着？面前，面前，面头前，这是知影意思无？但是毋是面当前。无呢，嘛无完全无。系啊。当前嘛无。OK， 我毋知影。或者是咱用汉字查看有即个。完全无。系啊，足奇怪。竟然连汉字这三字夹做伙都无，完全无。系啊。是。
点一无呢，嗯歹势啊，安尼无法度理解，哦，伊有啥物其他意思？咱继续读咧吼。先人过去好啊。我来读一遍吼，因佫读个真长，干嘛来读一遍？我读一遍吼。对啊，忽然厝边的主人转来，看见伊跍伫遐，犹疑伊是贼，伊就有那行活来，大声喊一个，迄三人真身盆底头壳刺刺，无想半暝后还有人要来，互伊喊一个煞转纳坐，佫想，我是隔壁厝边，若互知我是先生，还较歹势。毋过若无讲伫遮的因端会掠我做贼，起手拍我，就缀一款的声讲，我着毋拄好。迄个人才知毋是贼仔，就话讲面当前。好，继续。好，你怎样安尼？真心无看清楚，即时并对大家小巷，安尼咧，大家小巷安尼吼，并对大家小巷，射倒一大冷。对，打掉一大冷。当伊无伫遐，才搁入来困。好，迄个足侪字毋知影意思，这段好，看无清楚了解后壁迄句吼，即时并对大家小巷了解迄个并是啥物意思？并对大家小巷。你知影即段啥物意思无？即段意思是讲，我看的意思是讲，真生伊毋敢直接转去厝因隔壁嘛，住隔壁嘛。所以伊头工坐路坐一阵才转来安尼。了解。无爱互伊知影讲我是隔可壁。能是走路的。了解。所以并就是并对啥物所在，就是对拄则讲迄意思啦，差不多是迄个走，差不多迄个走的意思。好，了解。好，并对头边射倒一大令一大令就是一令一圈迄款的感觉，感是。了解。好，一大令，当伊无伫遐，才搁入来困。好，了解。后一句，迄碟毋是迄碟冷，迄碟冷风吹甲叽叫，真心虽然撞过暗巷啊，煞毋惊。煞毋惊啥货，家己想，这是我一生的大事，一生的来，好，家己想，毋是后壁系在早少年，雅各是雅各圣经内底雅各。雅各 Jacob 迄个人对，雅各要去巴
坦纳兰，巴嗯坦纳兰，嘿，罗尼无亲无切，无朋无友，啊，无亲无切，无朋无友，嗰是大大行大行深山，菜农菜菜农野兽，好，野兽理解菜农是啥物？豺狼的豺菜狼，农野兽。华语叫哦豺狼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嗯，原来是这个词，呵呵嘿，呵，安尼了解好。嘿，菜农野兽未变的有，嗯，好，安尼了解意思。好，雅各雅各行行行行到吉就归落归归落啊归落，就归落基督，也是爱读本条归落基督，感觉变调较顺。归落基督，上帝做伊的主，暗时也免惊吓，惊吓，惊吓，当我写事件，上帝甲我做伴，耶稣也有讲，耶稣也有讲，好好，这段差不多拢理解意思，你干嘛来读一遍？ OK，你怎样安尼？真生无看清楚，这个看是应该是看吼，应该是 typo 啦吼。哦，对，应该有迄个拼音，无看清可以。楚，即时并对大街小巷踅倒一大日，当伊无伫遐，才搁入来困。迄碟冷风吹甲叽叽叫。真生虽然撞过暗巷仔，煞毋惊啥货。家己想，这是我一生的大失败。在早少年雅各要去巴坦阿兰，路呢无亲无切，无朋无友，搁是单行深山，豺狼野兽，未免得有。雅各惊吓到极，就跪落祈祷，上帝做伊的主，暗时也免惊吓。当我啥事惊，上帝甲我做伴，耶稣也有讲。嘿，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是，好，我日日，我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路，到世间的路尾，行遐是家己厝，重担是我做我我重担是我靠主，了解。免惊，免惊，这碟了后，无论较暗的所在，都也敢去。这是真生伫小学所得到的教示。好，这段你敢嘛来读一遍？好，我日日甲恁伫地，到世间的路尾，行行是家己厝，重担是我靠主，免惊。这碟了后，无论较暗的所在，都也敢去。这是真生伫小学所得到的教示。好，了解。好，哦，新的一部分，敢嘛来读新的一段？咱继续。
过年，好，月就要入福音书院，好，迄个病就病音书院，病，知呢，咱来查一下这个病是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嘿，过年病， 3月就敢是新英语的 apply， 台语是申请也是申请？OK，申请对，诶，做病的病，我来记一下，病，病有艺术。原来申请是安尼讲，申请，是申请也是申请，申请。台湾大概是拢读申请啦，吼，就是用迄个读书音读啦，嘿。了解，就是英语迄个，所以讲是申請大學迄款的，感覺是也是申請研究所迄款的。嘿，查一下申請好無？你只用漢字。所以这嘛是拢申請吼。好，申請，好，了解，申請。第2點嘛有想好。來，若是用這個動作，感覺經文的講法。你先等下吼，不要緊，你繼續係。好，好嘞，好，安尼聲音敢有安尼？可能是我麥克落去啊，係安尼敢有好勢？我感覺是麥克問題。Hello，也是等的。internet。是網絡的問題吼。我無法度，也是我換另外，好，先繼續讀，好，過年3月就並要入福音書院，院長應該是第一條真歡喜，特別來訪問真心。甲伊談論前途的事，那陣天使到來總伊的力，好，講了就跪落祈禱4月就入學。福音書院迄時也叫做大學，原來是安尼。好，敢是台南聖學院即個福音書，唔知影敢是同一間？可能是。這段你感覺來讀一遍。過年3月就並要入福音書院，院長真歡喜。特別來訪問真心，甲伊談論前途的事。那陣天使到來總伊的力，講了就跪落祈禱。4月就入學福音書院，迄時也叫做大學。OK， 這個真歡喜吼，真歡喜嘛，院長真歡喜。但是嘿，所以講伊是第3條。
真欢喜是宜兰腔咧，我毋知伊来去想起来，哦，是音毋对呢，还嘿是宜兰腔我都毋知啊。咱来查者看有无收无。呵呵，无宜兰腔无收你啊吼。拄则讲这是宜兰腔对啊，哦，嘿，所以讲你拄则讲正是宜兰腔对啊，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宜兰人会讲哦，真好食，伊拢会讲真啦。但是原来是安尼，这是宜兰腔啦，诶，无呵呵，收宜兰腔啦，所以应该是太薄啦。我咧想应该是太薄，无可能专工去写一个宜兰腔啦吼。是，恁捌听过宜兰腔讲这啊？讲即个真安怎？因拢会讲真，因袂讲真啦吼，因讲真。诶，啊，宜兰出名，我敢若知影伊诶公司，就是说身躯伊会讲细分书，这是我对宜兰腔诶印象，哦，我，因足侪足特殊诶即个讲法，我对毋知啥特别物安尼讲，特殊诶发音，对啊。嘿嘿，好我看下时间，有时好，间佫有教，咱要佫即要嘿佫嘿，新诶一好搭，就好啦。啊，代志是一段嘛是吧？好，好，23，23章，对，二十三集，23章，好，迄看着23章，死人啊！好好，死人啊，起来起来，好，1915年，好，热1915年，天土匪1915啊，年，1915年，好，嘿，1915年热天，土匪这是敢是人名，以以清风，以清风。伊名叫清风嘛是真诗意 poetic，袂歹啊，嘿，以清风清新字是自一清第七声代哟，元，嘿，看起来亲像第七声第七哦，第调啊好，敢是第一调啊，我看起来像第七调吼，我嘛毋知，好，袂要紧，咱来看，佫看起来。一哈哈。和以清风和自清代元水，代元哦水伫，OK，我跟你讲，南，好，应该是第嘿，五声啦，嘿，嘿，因为这是迄个啦，哦，这是哦，这嘿嘿，是要安怎讲？西嗯，来安事件，西来安啊，事件就迄是是什么西来安是叫做案？什么？大巴尼事件，嗯，哦，大巴你就有听过，好，嘿，原来是安尼，大大巴巴尼，大巴尼事件，尼甲迄个西来安相款意思。嗯，大巴尼是地名，即嘛叫做玉井吼，哦，较早叫做大巴尼。哦，啊，迄个好，西来安就是对嗯。因起事的是，就是对即间庙叫做西来安开始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好嘿好。所以你若诶，敢是知道，台南伫台南，彰化，好哦，台南哦，好好了解。哦，好，以因清风好，土匪以哈于清芳你知无？应该是哦好，于清芳，敢若有听过这个名？嘿我不是，所以讲不是清风哦，毋是清风。清风，当然有可能是清风，啊，但是即写是哦清哦，风吼，嘿嘿，嘿，清风，伊嘛但伊有化名是拢清风，同款的音安我听尼。迄港音啦，嘿。这日本人嘿嘿，要甲港音。日本人要，日本人掠着拢会甲翕相，所以你看下日本人哦，的翕相，翕原来得最清楚。翕相哦，嘿，有，看起来伊就是就散嘞，就伊就是细只生对一个即款嘿。散。哦，西来安事件，哦，原来这是是安尼。嘿，
对啦，安事件这是叫做达巴尼事件嘛，吼。我哪无看到达巴尼？啊达巴尼，这你有兴趣再去看啦，哈。青峰纪念碑，这个纪念碑是啥物当作的吼？余清风OK，这是南汉最后一遍的这个翻历的这个事件啊，这个上落尾一项啊，落尾一遍啊，过来就无啊，过来敢若迄个原住民，伫1930几年的时阵有迄个误杀事件嘛吼，但是汉人伫1915年以后就无啊，就无个起来造反啊，所以就行迄个议会路线。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算一个转捩点，吼，一个最重要的事件。因为我咧死足侪人啊，吼，你敢若日本人迄当阵，日本警察敢若掠的人，迄当阵判死刑判几啊十个，判我袂记判几个啊，我看，伊无写吼。去看这个达邦事件啦，才知影讲，迄当敢若掠着判死刑的判偌侪人对，我袂记啊。因为判太侪死刑啊，日本迄个本就来对日本国讲这伤离谱啦，这判算，因为迄当日本人已经较欧化，已经较西化，所以因认为安尼就无应该安尼啦，无应该是判死刑判遮侪啦。系啊，就无透动，系是。对，因为认为这代志实在是无适无妥当啊，无应该安尼啊，所以迄当阵后来才无庆杀就无庆杀遮侪啦，吼。歹势我一时也袂记偌侪人。大巴黎事件的相片奇怪，遮啦吼。伊遐的时阵，伊当阵要去即个送去法院审判的时阵，逐个拢头壳伫这个敌人啊，伫遐安尼啊，才掠去法院。因为你见死的不论吼，见死几啊人，后来判遮侪死刑，就是日本人认为讲这伤野蛮啊，这种判法认为讲伤野蛮啊，所以就来对反对哈。好，讲到遮来，就是余清风啦吼，主要是迄个起诉的余清风主是余清风吼，姓余啦，第5声啦对吼。了解。好，继续谈吼。系啊。好，来继续着好。土匪余清风自称代元帅，伫南庄作乱，伊的匪类运行，毋知影是啥物意思？伊的匪类运行大巴尼大巴尼即个名出现啊。大巴尼公安拿等等偌济百姓受伊的陷害。了解。就迄个运行，我来查一下运行，毋知影是啥物意思？运行应该就是运行，但是用这个用法，我蛮捌安尼用。系啊，匪类运行敢是就是即个感觉即句的语法亲像因的运行伫啥物所在？吼，伫啥物？伫即个所在运动的活动的意思。我若查无即个运行。我嘛查无，来查找代志看卖。所以家己店无收无收运行。我是无呢。那是运行啊。运行啊。就有啊，系啊。对啊，运行就是运行嘛。
对啊，毋过看伊诶迄个英语台英诶词典诶解说，伊敢若拢是讲迄个青，新潮来了讲青就是新球，嘿，天文就诶迄是天文迄个个运哇，行嘛吼，天文迄个星说迄个行星是你行叫做运行嘛。啊，是伫这大约应该嘛是即个意思啦，就是对啊，毋是就是伫即个位啊，你行搭安尼啦。行大嘿。嘿，嘿，所以讲伫用来讲人诶活动。嘿，好，继续。有啊，这段读煞，你敢捌来读一遍？嘿，是等下啊，讲啊拿，我记得咱顶回敢若有伫倒位捌查过即个词啦，吼，即个地名讲啊拿，讲啊拿敢若有，对，你读，公山，嘿，公山，嘿，就是阿公店的。嘿，敢是有迄个路就有名。我袂记得当时查着，反正着咱有捌查过一个讲啊拿，就是公山，我记得是即个所在嘛。有，你嘛有开地图对，对，好。来看，我继续读吼。1915年热天，土匪以清风自称台湾水，伫南庄作乱，伊的匪类运行大把年，公安拿等等，偌济百姓受伊的陷害。你看伊写即个角度吼，就是完全是日本政府的角度啦吼，应该是讲日本人的角度啦。嘿啊，我诶，毋是汉人即种日本人什的角度，么叫做什么抗日运动的即种角度吼。但是我是认为伊即种角度对的啦吼，伊即种角度看法其实是对的。你若去看迄大巴黎事件，因为吼，我感觉伫个就是讲伫台湾伫迄当阵，或者是搁早进前的即种抗日运动吼，其实拢有一种歹习惯，就是就是含即个怪力乱神吼，合作伙。哦，对，就亲像迄个义和团，对，甚至是那个太平天国相反吼。是。拢有迄种歹习惯咯，用即种就是迷信嘿，用迷信、用鬼神来骗迄寡人倒你行，倒你来作乱起乱啊。当然讲好听是叫做什么奉天承运啊，我今仔是奉天命来要消灭即个即个也未政府万用的即个敌人吼。毋过其实我实在是对即种算前现代的即种作乱方式，我是无可能认同哦。所以我感觉即种看角度一看，我就感觉即是现代人的看法，就是讲，就是对即个大阪的事件，还是讲，甚至来讲大阪的进行所有的，包括迄啥物啦，拢差不多都是安尼啦。我真是写讲不出来吼。包括什么倒吊村啊，搁足侪，我即嘛一时讲不出吼。迄个什么刘松文啊，因拢有即种怪力乱神的即种物件伫内底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吼。歹势，我阁无听你的声。这段嘛是看起来嘛是对好。安尼咧，安尼敢有听清楚安尼。但是咱好，拄则我是迄个麦克较开。是吼，对吼，时间若飞共款。无到遮啦吼，无阁读落读袂煞。今仔读到遮，好。第啊，咪是718页，第718页。后礼拜继续来读咧大巴尼事件。好，小等下，我甲停落来。